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6年1月13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89篇第50到37节，耶利米书第1章第4节到第10节，使徒行传第8章第4节到13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主差遣。每一位先知以及受上帝呼召差遣的人，拢有无同款的原因、无同款的因素以及无同款的经历。以赛亚先知伊经历到迄种红红的火炭洁净伊的喙。撒母耳是伫迄个困的中间连线3摆去听到上帝的呼召的声。今仔日伫旧约的经文，咱讲到先知耶利米受呼召、受差遣的情景，这嘛是真特殊的一个经历。耶利米书第1章第4节到第10节记载，上主对我讲：“我要互你伫舞台正行的以前已经经历，你还未出世以前，就甲你分别做成，选入你做列国的先知。我因讲，至高的上主，你知我要少年，搁含慢讲话吼。毋过呢，上主对我讲，你毋通讲你少年，我甲你派去倒位，你就去；叫你讲什么，你就讲。你毋免惊因为我甲你同在，要保护你。我上主安尼宣布，上主就伸手摸我的喙，对我讲：现在，我将我的话下伫你的喙里。我今仔日授权互你伫列国万民的中间做背出、甲拆毁、破坏、甲推翻、重建、甲再整的工作。上帝不但提到着安怎来呼召耶利米，也提到着呼召伊的时间点，搁较讲着伊差遣先知耶利米工作甲目的。会通讲是伫上帝的这个经文篇幅的中间，完全提到着一位上帝仆人的呼召计划甲差遣的工作内容。初代教会建立的时阵，不但是对12个使徒做伙开始服侍，阁有济因为惊去互祭司啦、法利赛人啦、经学士，甲这个长老迫害来四散，去到逐所在的基督徒来传福音，来分享，来宣扬基督，带人归主。使徒行传第8章第4节到13节记载着耶稣的门徒腓力受差遣传福音、行神迹、带人归主的工作。其中嘛有记载一位并无有领受着上帝呼召以及差遣，并且自夸自大、行邪术的西门。伊不但呢领受着洗礼，也对腓力的这个服侍呢，感觉真好奇，因为呢，腓力伊有这个上帝的呼召差遣，因此就有上帝的能力的同在。圣经记载，遐个分散的信徒去逐所在来传道。腓力伫撒玛利亚的一个城，对遐个人宣扬基督。群众听到腓力所讲的话，佮看到伊所行的神迹，就专心听伊所讲的话。有真侪人互邪神附身，遐个邪神大声发，对因所附身的人出去。有真侪半身不遂的，甲骹歹的嘛得到医好。迄个城的人拢大欢喜。有一个人名叫做西门，伊以前伫迄个城行邪术，家己自夸做大，互撒玛利亚人拢感觉真奇怪。
城内的人大大细细拢专心听叹，讲这个人有上帝的权能，是人伫讲的大能者。因拢专心听叹伊，因为伊真久有声述，互因得到感觉奇怪。不过呢，因信腓力所传上帝国的福音，甲耶稣基督的名了后，男的女的拢接受着洗礼，连西门本身嘛信。伊受洗礼以后，就甲这个腓力缀调调。伊看见腓力所行的神业，甲所做的大权能的奇事，感觉真着惊。诗篇89篇第50到37节篇幅较长，请兄弟家己来研读。感谢主呼召人来蒙福，也找见人来成做福音的工人。恳求上帝帮助阮全心全意的服侍，互上帝的快乐会当彰显，互人会欢喜来归主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生命求，阿门。